各位觀眾朋友都講過之後，繼續收聽遲朝國際一禮拜新聞幕後，同大家來關心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9月28宣布解散國會，除夕開始進行各種方式的投票。你見唔到節目地圖，我哋邀請到兩個日本嘅專家來討論日本政局嘅變化。提醒另外做小編呢係普選太后日本研究中心嘅何世信何教授，何教授您好。主持人、各位觀眾好，大家好。謝謝主任。各位大家紹介係來自東海太后嘅，來自中台灣嘅秦永鳳，秦主任，主任你好。東海大學陳永鳳，大家好。謝謝北中兩位主任都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我先請教一個問題，我們看到928，我剛才跟觀眾講，他就直接宣布，我聽到我們的新聞在裡面講說萬歲萬歲萬歲，喊了3聲，國會就解散了。觀眾就很好奇是，就日本的內閣制來講，要解散國會是這麼容易的事情，究竟安倍是根據什麼？他這次有沒有一點點的違例？事實上，那個在日本憲法裡面的話，安倍當然他100%是權利哦，因為他們是用主動解散，他並不是像這個部分的歐陸國家，他們用的是用這個被動解散，要有一個以不信任投票為前提，然後才能夠行使解散權。那所以安倍他可以隨時隨地的解散眾議院啊，只不過是日本還是有一些政治慣例。那這過去的這個在過去日本政治裡面的話，當然一個首相在他的一個任期裡面哈，他可以讓眾議院夭折的次數大概在1次左右哈。那大概這個我們可以看這個上次2014年哈，那一次國會是夭折，是所謂夭折的話就是沒有滿3年的這樣的一個任期。那一般正常的國會的解散通常是放在第4年。那他這一次如果說從時間上來算的話，是事實上是有一點曖昧了，對，因為還沒有滿3年，但是很接近了哈，大概還差3個月左右哈。那當然他這一次基本上是因為這個在眾議院的臨時國會裡面啊，他知道這個在野黨會磨刀霍霍，這個對他2個這樣的一個這個弊案啊，這個來窮追猛打。這2個弊案當然就是一個森友學園，一個家計學園，都跟教育有關哈。那都涉及到他為他的好朋友啊，這個去關說的這樣的一個疑雲哈。那所以他在國會開議的時候啊，他就這解散。你剛剛講的這個就是現場那個喊了3次萬歲哈，不是對安倍這個喊萬歲了，是對天皇陛下喊萬歲，因為他前面宣讀的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天皇的詔書，那個詔書就是這個講啊，這個解散眾議院，那完了之後他們依例就喊3次萬歲。我這樣子好，剛才何主任講到一個關鍵點，就是不到3個月才滿3年，那安倍在急什麼？究竟他這個精心的布局是，比方說他們講他們的日本漢字講國難突破解散，這個國難指的是什麼？陳主任，另外一點，他究竟是為了，比方說國難的內容，我們聽到有究竟是北韓嗎？還是講說是內部的經濟狀況不好？那另外一個，如果是這樣講的話，他究竟為的是解決這個國家的問題，還是他自己越來越低的支持率？再來，日本的政治日程最重要的，並不是這一次的眾議院改選，反而對於安倍晉三或自民黨而言，甚至為了更大的修憲聯盟而言，是明年9月的自民黨總裁的改選，一定是要先是執政黨的總裁或黨主席才可能變成首相嘛。對，現在當然這次的改選也沒有問題哈，完全自民黨跟公民的聯盟，一定會繼續過半，而且照現在的局勢來看非常輕鬆。主持人剛剛提到的國難，首先講的當然就是北朝鮮的飛彈或是核試的問題，另外一個自己加進去的一個少子化、少子高齡化，竟然也是日本的國難。不過這當然事實上是國難沒有錯，台灣也把它國家安全層級的議題。也就是說，現在日本的高齡率，就老年率，65歲以上的人口已經佔了26、27%，就4個人裡面就超過1個人是65歲以上的退休人口。台灣也會趕上去哦，台灣現在才14%、15%，距離日本大概有25年左右，但是會用更快的速度趕上去。如果那個是國難的話，那當然是社會問題了。另外一個北朝鮮的問題，當然是安全保障上的問題，他把它合在一起。不過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只要把這個認為只是一個借口就可以了。重要的是，安倍晉三個人的醜聞，還有支持率的下降。另外一個是在野黨的直的逼近，特別是小池百合子的問題。而這裡面，我怕觀眾待會跟不上，我先進一步請教。裡面有一點點弔詭，你講到支持率的下降，你講到北朝鮮，其實我們看過去這段時間，它民調數字的變化，北朝鮮反而讓它的支持率從3成到5成，所以這裡面
北朝鲜对日本而言的国难，对他自己而言其实是一个救赎。没有错。所以一般民间或反对党认为安倍晋三本身才是日本的国难啊，因为他把国难给创造出来啊，让日本从一个没有办法战争的国家，要回到可以战争的国家嘛。问题是在那个之前，他的支持率为什么直线下降？重要的是7月各位可能已经忘记了，7月的东京都议会的改选，那一次的改选，自民党大败嘛，另外一个民进党也大败，所以那一次的选举直接解决了2件事情，一件是联访就下台了。然后，民进党在9月初的时候选出了前原诚司，京都大学法学部毕业的议员。我跟何教授在很多场合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包括社群网站，非常专业的国际关系学会所做的社群网站里面也直接讨论这个问题。前原诚司的出现，民进党一定分裂，结果真的瓦解。另外一个压力当然是小池百合子，但是日本的历史里面，东京都知事变成首相的例子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少，我也不认为可能，因为它的影响力不过是局限于东京都这样的首都圈里面，所以也不认为这样。但是刚好前原诚司跟小泉百合子有合作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出道的时候是在同一个政党里面。另外一个当然是自民党内部的问题，我刚刚讲到的，首相的总裁的改选的问题。另外一位跃跃欲试、准备了非常久的人叫石破茂。是，但他还有机会吗？现在看起来这另外一件事是他跟小池百合子也是合得来的。OK， 所以另外那2股力量合在一起的话，所以说加起来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民进党选出来的新的党主席叫前原跟小池合得来，小池又跟自民党内的石破合得来，所以这3股势力合在一起就变成相当程度的足以威胁安倍晋三的力量。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公民党这个宗教政党，对，他在东京都的议会选举里面是完全支持小池百合子的。假设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是安倍对于这场选举，甚至是接下来党魁改选的精心布局，这完全是在他个人的政治生涯的延续。如果我把它回到这场选举，毕竟选举选民究竟关心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还有什么议题？我看到，自民党这次提了5个重点政策：修宪，然后教育无偿化这些消费税。那就选民而言，我们感受得到，目前日本的民众对他们也会左右大选的议题是什么？当然，日本的选民呢，他这一次这个对于北韩的这样威胁，当然他们是有感的了哈。不过这个向来在日本的选举里面，外交跟安保的这个问题不会成为他们一个去决定他们这个票投给谁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思考哈。那一般的日本人还是以内政上面思考。那换言之，就是在教育政策上面，以及或者是刚刚这个陈老师提到的，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社会安全网这里面，包括在老人化之后的这样一个日本哈，那他们这个怎么样去这个重构整个日本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安全机制哈，那这些政策基本上那才是这个选战的一个主轴哈。那当然，这安倍也跟这个选民讲哈，这个我提出来的不是只有口号哈，那这些问题在过去我这个从2012年的年底做到现在，我已经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成效哈，然后他再次的呼吁选民哈，再给他机会，让这些这个政策能够落实。那特别他说他这一次为什么要解散国会？这里面有提到，就是说他的消费税从8%到10%，那这过去他们这个从5%分阶段的到10%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消费税的提升啊，最主要是要去这个实践他们日本的一个国际的一个承诺，就是说日本它是一个财政这个赤字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国家哈，那他用这样的一个消费税去填补这样的一个赤字的问题哈，但是现在安倍他讲了那我计划有改变了哈，因为他认为一个更急的，而且这个刚刚陈老师说这个是一个日本的这个所谓的国难，但是这是他安倍的这个他的一个政策里面讲，那我们施政的这个顺序就要调整了，那也因为这样子一个施政的一个次序的一个调整哈，那我们要重新这个问
问信于民哈，就是要重新取得国民的这样一个的信任。那未来的这个安倍基本上他希望推动一个所谓的教育无偿化哈。那所谓的教育无偿化就是它里面分就是说这个对，就是这个在幼儿的部分，因为日本基本上很多的所谓的待机儿童，就是日本的妇女不能够出去就业。那这里面当然有一个是日本的这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给女人的这一个角色的一个定位的一个问题。当然更重要的还有一个是说他们有实际上困难，就是小孩没有地方去了哈，那也这造成很多的育龄妇女不敢生小孩哈，那所以安倍这个就未来的政策里面，他让这些妇女不用在两个之间哈去做取舍，就是你放心的生小孩，那国家帮你这个来照顾，所以他这个0到5岁这个他会有这个免费的这个托育，然后另外的话，在高中以上，包括大学他希望能够这个就是说也提供部分的免费教育，就是说这个他的规划里面就是你的年收如果在500万以下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话，那基本上他提供这些家庭的小孩，你不用去打工，你不用去贷款，你就可以这个由国家给你钱这个去读书哈。那所以他这个政策，这基本上就我想这个在野党他也有相对有提出来，这教育无偿化基本上在小池百合子的这个希望之党他也支持但是他说那我的财源不一样，他认为说现在不应该涨消费税，但是我还是会有钱的原因，他那甚至他提出来预算哪里来？他们说这个要从这个政府的尊节，那这里面是我认为这个政策有一点点这个口一日密，就是小泉纯一郎的这个影子他们这个对他的政治上的师父的影子，他是认为说这国会我们未来是不是可以这考虑把参议院给废掉，变成是一院制哈，然后他们有算过，他们说如果变成一院制的话，那省下来所遵节的这个经费基本上这个是可以部分的挪来这个做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教育无偿化的这个经费使用。OK。讲到这边我发现可能观众会好奇，在安倍第2次上来之后，我们听到很响亮的口号，3支箭，安倍经济学。那现在3支箭不仅没有射在靶上，是不是其实2支箭已经断了？凯斯主义完全无效，就是金融政策跟财政政策。如果做得到的话，所有的国家都做得到。这个是经济学的教科书上的序章左右写的东西。但某种程度从美国的宽松来看，对，他们确实让失业率降低了，确实让经济的数据 GDP 成长，但消费税这件事情在日本终究搞不定，现在还要在这个时间点拿出来，变成是他5个重要政策的其中之一，因为税收不够。另外就是退休人口不断的增加，这个是整体的社会构造的问题。所以我一直常常会强调这件事情在现在的时间点上，拼政治、拼经济都已经过时。再怎么样都是拼社会所以说，但是这两边完全的矛盾嘛，因为大部分的社会问题都是经济发展或者是拼政治带来的，台湾也一模一样。但是这个在选举的时候总是会变成口号。有哪一个政党敢说不拼经济的呢？不过现在日本有一个非常非常吊诡的状况出现，年轻人非常支持自民党。最重要的是，今年4月1号，就今年的3月底毕业的日本的大学生，97%以上在4月1号全部到大公司里面就职。这一件事情已经是日本战后数字最好的，但是另外一个反面的数据竟然是薪水不升反跌。是。所以安倍经济学有效无效，很重要的是气氛的问题。它唯一有效的是带动日币的不再涨价，是，也就是说日币的贬值。但是后来也停顿了嘛，所以提出安倍经济学的那一位学者，耶鲁大学的学者自己在文艺春秋上面承认自己的政策的破绽。OK，所以说安倍经济学的经济学上面的意义已经非常的薄弱，反而是气氛上、空气上是有效的。OK。雙辦裝聲，希望兩個教授可以看到，其實以下撒好的一種成績，除了剛才兩個教授講到小區百合子哪家社，剛才主任也講到，其實現在首投族究竟在這一次扮演什麼角色？因為我們看到好像年輕的特別支持自民黨，那究竟他們會有哪一些潛在的影響？安正結果下，公布在亞洲轉來。
非常大家转到讨论的现状，下半场我来关注下这次选举，我们讨论2个比较可能的变化，一个是上半场2位老师有约略提到，就是竞争对手好像来势汹汹。究竟在解散国会前一天宣布成立希望的党的小池百合子，我却看到他并没有选议员，他自己对外讲说，我先把这个奥运2020这件事情处理好。那他又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上出招？他已经开始准备要跟前援、跟时破合作了吗？它会带来什么威胁？事实上，安倍很聪明啊。那他在这7月的这样的一个在东京都选举的大败哈，他几乎那个在那次选举里面，小池所提名的几乎全部当选了，然后安倍几乎是丢盔弃甲。那所以他知道，如果说再给这个小池百合子一段时间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政治发酵的话，换言之就是说，未来的这样的一股势力啊，这个不能够让它这个酝酿。这个起来，如果说酝酿起来变成一股旋风的话，那在明年他在选举的时候他就困难了。所以他这次抓的 timing 是蛮好的，刚好有一个等于是有一个这个啦啦队啦，就是这个他们家隔壁的北韩的金正恩，所以他这次叫做这个国难突破解散了。那这个这在野党当然这个嗤之以鼻啊，那个像那个马埃哈拉这前员就讲，你是什么叫国难突破？他说没有道理的解散，没有，他用一个这个更好的一个，他就叫敌前逃亡解散哦，这个是比较贴切的哈。不过就是说，这个他这一次的这样的，因为他确实那这个选举不就造成一个日本政治的真空吗？现在的空，他创造了一个这个10几天，其实某种程度是自己让自己很 vulnerable。不过我想他也知道啦，这个朝鲜半岛应该不会动武啦，所以他才敢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做这件事情。不过就是说，这个从现在的这个选战上来看的话，安倍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精算，基本上还是有掌握住啊这个状况的哈。那换言之就是说，这个应该是他这个当下要让他的任期延长最好的一个 timing 哈。那所以你刚刚这提的就是说，事实上这小池啊，他在这个10月10号之前啊，这个有好多人劝他一定要出马哈，而且他这个变成是一个议题，就很多人认为说，那你这样的一个党魁不在这个不在这个国会议员里面哈，那以后你的党如果选赢了，那谁要当首相哈？不是他了。所以他就说你这次你希望之党的这个所谓的首班的这个子民哈，就是说你到底是谁带头哈？你给我说清楚哈。那当然他自己支支吾吾，他说这个等选举完之后啊，那我自然会告诉大家哈。那但是到10号之前的话，基本上像小泽还有马埃哈拉，他的盟友都跟他这个劝进哦，可是他不为所动，所以我想他也没有自信，他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整合会成功，而且会成为一股所谓的小池旋风啦，因为他毕竟跟他师父的功力还是差很多，所以他最后他没有出马，这个也给老百姓一个讯号，就是说这一次的一个这个选举啊，基本上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啊，那也不会啊，这个让这次的选举啊变成是一个让选民能够期待政党轮替的一个选举。另外一个变化，刚才其实主任有提到一点点，就是在2016年去年的这个年中的时候，日本修改了公职选举法，变成是18岁可以投票。那这一次就是这一群第一次首投族要行使自己投票权利的首场选举。上次去年另外一个就是参议院的参议院已经投过，7月已经投过。再来是1票的隔差。那我们看到他说降到2以内，是不是这2件事情？包括帮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1票的隔差降到2以内，它对于接下来的选举会带来哪一些影响？1票的隔差，台湾不太注意。最明显的，比如说台中市或台北市要选出一个立法委员，大概10万票左右吧。但是金门马祖也许数千或1万就可以当选。所以也就是说，在民主主义里面，一个国会议员所代表的国民数。它的差距，比如说金门，这个当然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意思，就金门跟台北市或台中市差距非常大，这个在宪法上是有问题，或者在民主主义上是有问题。日本一直在进行这样的宪法诉讼，所以有非常多的，因为日本并没有宪法法院哈，所以从地方委员开始提起诉讼，所以每次的判决，每一级的法院判决都不一样。近来最高法院认为，如果不降到2以下是
事实上的违宪，但是当然没有处罚或者是认为那一次的选举无效这样的事情，但是强迫政治方面必须来补足这一方面的破绽，所以也就是说这一次趁着从475席降到465席的状况底下，所以比例代表制也减了5席，对，然后小选区制就我们所说的单一选区也减了5席的状况底下，调整选区，让它在这样的如此差距大的状况底下缩到2倍以下，所以他们有在做这个调整，我们台湾是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件事了，那个也是转型正义的一部分呢，我也常常这样说明，但是我们有困难，另外一个就是主任提到的，从20岁降到18岁这件事情，是当然民主主义里面当然是扩大政治的参与层，但是各位可能没有办法想象的，日本的年轻人不只是18、19岁。20岁到30岁的年轻人，大部分支持保守的自民党，这在我们的世界里面非常难想象。所以日本的年轻人不信左派这一套。也就是说，不能只有理想，但是不顾肚子。这个很明显的是因为日本的企业界有集团就职，大家一起找工作，这个行动的方向。所以也就是说，景气的好坏，或者是大量的一起的雇佣这一件事情，在日本的大学生或高中的毕业生里面非常非常的敏感。近几年来的就职的状况非常非常好，特别是我刚刚讲的今年的3月底的就职率超过97%，也就是说100个人里面只有2点多个没有找到工作，甚至求人倍率是超过1个人会有2个工作以上可以选择。安倍晋三也把这个当成他的业绩，但是我当然要强调另外一件事，刚才也讲过的，薪水没有增加，但是也就是说日本的年轻人的保守化的一个特征是有工作就好，可以过安心的日子就好。另外一个害怕前面的民主党执政期，当然那不是民主党的责任也就是说景气非常的不好，股票曾经掉到7、8千点，今天是2万点嘛，是差距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也就是说在自己的学长学姐们的经验惨痛的经验里面，在看到前几年的自己的学长学姐们很轻松的可以找到工作这件事情，日本的年轻人是全面的往右边挤了，所以大家都买账，自民党他们都愿意把票投给他们，并不是因为反对左派而变成右派，而是大家都是右派了，自己就右派吧。我讲一件事情就老师2位从开场讨论现在听起来，这一次假设自公要拿233席过半，应该是轻轻松松没有问题。那我就好奇说，我看到前几天 NHK 做一个民调，有67%，对2/3的人其实不认同这一次众运解散，那某种程度就是不认同安倍所做的这个决定。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落差？大家不认同他这么做，两位老师却说他们一定过半，没有其他的选项，而且他日本的选制有问题啦，因为他的选制基本上是跟我们台湾的选制这个类似，因为我们台湾的选制基本上是抄日本的那所以他们这个刚刚有讲到所谓1票的隔差的问题之外，就是日本他们有那个所谓的死票率过高的问题，所以死票率的问题的话，就是说我们在投票里面你投的那个人这个他落选了，但他的票基本上这个没有办法反映在这个小选区的特征立法院的席次，或者说日本是众议院的席次上面那所以这往往会造成就是说，如果这个在野势力整合没有成功的话，那安倍他的这个自民党会占尽这个席次率的这样的一个便宜。换言之，他得票率不用很高，他可能只要拉到这个30%这个30%几或者40%的这样的一个选票的话，那基本上他就可以在这个整个众议院的席次里面他不止过半，而且他可能这个可以就是说往2/3这换言之就是维持选前他在这个众议院里面这个他跟公民党加起来这个是这个323席这个有过2/3，所以他这一次我想他把自己的胜负的这个标准这个 show line 这个定在这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2.33的这个233席就是这个它是一个低标了不过我想这个如果是233席，我想他这个明年也不用选总裁了那他所以过半还不是他一定要控制
17个委员会里面，所以17个委员会就是委员长都我做，而且这17个委员会我扣掉委员长一席之后，我在委员会里面我还是可以主导议事，换句说，我还是可以表决成功。那这样的一个席次基本上要要这个有大概260几席哈。那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席次之外的话，那当然他明年要修宪哈。那所以他在这一次的一个选举里面哈，他要固守城池哈。那如果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说因为民进党它分裂成为一个立宪民主党，还有部分跟小池的合流，而且它几乎是真的是切得很公平哦。那换言之，就是整个这个在野势力没有出现西瓜效应的状况之下，那这一次的这个自民党啊，那应该是可以啊，平安的继续他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自公联立政权。我好奇，那接下来在这场选举之后，除了他们继续执政，民进、共产、自由、社民4个在野党的声势，接下来会有什么变化吗？他们最清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反而是左右分得清清楚楚。虽然左派非常的小，本来共产党也许会增加席次，不过因为一样是左派的立宪民主，从民进党里面分了出来，所以会吸收掉一些本来想要投给共产党的那样的票。但是总的席次看起来不容易增加，就整个左派的势力，包括共产、社民跟立宪民主，并不容易增加，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剩下的全部都是保守政党，反而公民本来应该是左派。老师，你这里刚好，我记得我前2天在你的文章提到，选后自公联盟取得这个政权，我们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好疑义。你提到说，日本朝野没人敢挑战的宗教政党公民党，才是决定联合政权走向的台风眼。这句话能不能进一步解释给我们？90年代以后，自民党就一直跟公民党联合。这最重要的是参议院自民党一党没有办法过半，这个在非常晚近才解消这件事。这次最明显的，包括小池也不挑战公民党。本来民进党当然也不挑战公民党，自民党当然本来就是他的合作的对象。小选区只提出了9个人，公民党在这9个小选区里面，小池百合子的希望的党没有提名，自民党当然没有提名，对不对？所以这9个人是一定当选，没有对手的状况。所以也就是说，特别是公民党的组织力非常的强，这跟日本的投票率非常低这件事情有很大的连结。因为大家不出来投票，所以组织票变得非常的强悍嘛。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公民党的席次是一定会维持，不会增加，但是不会掉下去的。他现在在参议院占了10%，在众议院占了7%，所以这样的势力对于一个想要持续执政的一个政党的大的力量，就是自民党而言，实在太重要，这一定拿得到的票，一定拿得到的席次，所以反而。